物聯網智能家居，將屋企嘅各種設備連接到網絡，令佢哋可以互相通訊同埋收集數據。立即睇下幾個智能家居嘅應用。朝早起身會賴床，根據時間自動打開窗簾，播放你鍾意嘅音樂。咖啡機會自動開始沖咖啡。收工返屋企又熱又攰，偵測你嘅定位遠程開定冷氣，開埋屋企嘅燈，仲會自動吸塵拖地。邊個守護屋企安全？智能門鎖，偵測到有異常嘅時候發送警報。想全面掌握物聯網，立即了解港專物聯網工程高級文憑。同學將會動手製作各種傳感器同埋設備，為硬件進行測試，檢查設備信號等等，立即掌握物聯網領域嘅實際操作技術。